现在就是我们讲供品的这个洁净清净的部分。五、供品洁净，如此供曼扎罗期间，以青稞、小麦等谷物供曼扎罗师，自己如果有条件，则绝不能反复使用陈旧的粮食供养，而应取新粮食供养。此供养后，将所供粮食施于营养树或盲人、乞丐等，或者堆放在佛像、佛经、供他前都可以，不应归自己所用而自行享用。若没有条件，则根据情况适当更换所供的粮食含供品。如果食品中的人只仅用一次所供养的粮食，反复供也可以。无论如何，应当先清除所供中的土灰、袋子、鸟粪等所有的杂质。那这个方面呢，就是大家都听得懂，不用特别多的解释，因为这个前面已经有讲过的，就是相当就是清洗、晒干这些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一定要处理好。相当我们自己要吃的东西呢，就是先一定要洗干净，然后弄得要干干净净才可以吃嘛，就像一样的道理。然后就是可不可以重复使用这个方面来说呢，也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嘛，所以不用特别多的解释。做到所供物洁净，再用藏红花等妙香水浸湿后供养。对于无有任何财富的贫穷者，或者能够真正观想一城中有承受差，而作易患供养那些善根者，上根者，佛经中开许可以供养土粉、瓦砾等。如果自己本来拥有财富，却舍不得用来上供下施，反而以种种观想等种种相似的理由不做真实供养，并且自以为是的那些人，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。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自以为是的那些人，这个方面来说呢，也可以就是有两种，就相当就是有些比较有财富的，但也是舍不得作为真正的用财富来供养的。然后也是有一些佛经里面的一些名词了解的情况下，那就什么反正供养也是空，不供养也是空，没有什么清净有不清净，没有什么这些讲这些空话的，然后这些也没有真正的证悟的那样的人，那就是今天作为一个只是一个短短的怎么说呢，仅仅的一个这样的怎么说呢，那个灌香这样的话，那也是不太对的。对这个上面来说呢，如果是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你这样就可以就这样想的话，那是不对的，这个就是相当自己骗自己的。那有些人也是会经常说嘛，法也不要那么的谈还好啦就可以了，刚刚好就好了，不要特别的执着。那么就是作为修法要精进一点的，这也是把它就是归到执着里面去的那种，那这是一个自己的不对的，自己就是相当就是自己觉得修法不要那么的贪心，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烦恼的贪心用在修法的精进上，所谓的精进跟贪心这两个就是你颠倒，或者是精进努力跟执着把它就是用词是颠倒的情况下，那就是自己骗自己的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，你就是用执着的名词来形容也好，用弹性的名词来形容也好，用精进努力的一个名词来形容也好，主要是为了佛法是必须得要很精进、很努力、很重视
那么在所有的过去的一切这个怎么说呢？修行成就获得成就的那些高僧大的，他们都是一生的时间里面，连吃饭跟睡觉的时间都减少很多减少，然后都是用在哪里？都用在修行上那么这些的故事都我们到现在已经看到，那些修持精进的那些上师们都一个一个的成佛了，一个一个的成就了，留下了很多殊胜的这种成就的象征跟故事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，但是呢，人都已经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是成就了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是把这些都是当做当初龙清然讲法真是太执着了，他那么精进是没有用的。那我们这样去想的话，那不对嘛？当初弥勒日巴尊者他连去这个去那个找食物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了，只是在山上修行，他下去托钵的时间都没有，然后就是他饿也为了修行，就是他饿了也是让他自己饿死的那种。那我们没有办法说他太笨了，他就是为了佛法那么的执着，他自己就是那么的辛苦，身体都变成那个皮包骨头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他太笨了。我们这样说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不对嘛，因为人家呢就是有这样的苦修，经过这么努力的，把人生的所有的时间用在修持佛法上，减少吃饭的时间，减少睡觉的时间，都是努力修习佛法的成就的这修习佛法的结果呢？结果是人家已经成就了。那我们今天在轻轻松松的在都市里面在生活那就是这一年365天的时间里面，没有多少的可以休息跟学习的时间。好不容易有一点点机会的时候，也是你就觉得就是给自己说，哎呀，不要那么执着啦，就是差不多就好了，就是要顺其自然了，简单随便就好了，这样就想到，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说这样的人，像这样的人，他们自己认为是自己是对的，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就是，并且自以为是那些的人，所以就是自以为是对的那些人，那你这样想，这就是一个欺骗自己。然后你就是为了这个怎么说呢？那个赚钱，为了生活，就是为了做到很努力的去做到，所以就是不顾一切的去做这些。然后今天就是到了一点点作为一点点供养跟布施，那么是上供下施的时候，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好了，刚刚好了就好了，不要那么执着了，不要那么贪心，这样去想的，那就是自己就是欺骗自己就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事实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它会影响你的经济性会推迟，经济性一旦推迟了，那就是这一生当中修行也到不了哪里。自本作人着康着我